什么人是你的恩人？伊名号做月琴，是凡间的一个女子。原来是伊。赵氏，我问你，我琴现怎会变成你的恩人？这讲啊，讲来我听看卖咧。无一定我会网开一面，无要追究你的罪责，而且会允准你提早下班。真是的。好，我讲，有一天，我伫凡间练法术，变做一只兔仔的时阵，刚好咱有3个人来拍我。对，我也无时间用法术脱身，我得一直走远点。阿爹，这有一只兔仔呢。囡仔怎样？正问啊，你有看到一只兔仔走你遮来哦？无咧。对。你真久无食肉，咱紧转来去，叫恁阿娘煮兔仔肉互你食。阿爹，买啦，莫甲伊抬啦，伊足可怜的呢。哎呦，戆囡仔，这兔仔就是要抬来食的啊！哎，兔仔互我啦。我不爱。月琴啊，月琴啊！兔仔，你紧走，再别互人抬。都是因为安尼，我才可能决定这条人情。赵氏，治阮报本这是理所当然，我特别准你提早下班。多谢义父，等一下，义父，还有啥物指示？你要下凡间去报答月琴的恩情，爱会记神有神的慈悲灵感，人有人的因缘果报，你要遵守做神的分寸，唔通过分。是，小心知影。造神啊，造神！一切本有定数，哪是你一个小小的造神会当改变？好啦好啦，有你紧啊，有你紧啊，有你紧啊，有你紧。你是咧创啥？你死都知啊！你是要甲我这半尾囝安尼摔死哦？哈！无，啊，都少爷讲，叫我就做马好骑。啊，伊若叫你去死，咪死互看。讲较你吼，目睭皮无像暗，阮看过也是阮世界孤囝，嘛是阮世界唯一的香火。以后是要专靠伊一个哦。啊，算然有啥物事较差，看你有啥办法负责。夫人啊，失礼啦，失礼啦。夫人，什么代志？老爷伯昨间仔已经带蛋，请你去大厅看卖。好，好，我知啦。你以后要较注意哈。来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较水你别脏了哦。哎呦，安怎？你是安怎来拉呢？啊，是要紧无啦？啊？不会啦，阿爹要出门啊，你无叫阿爹，叫来，叫阿爹。叫一个。阿爹。乖。哎，我讲万全啦！啊，一点仔伤就喊到安尼大细声，啊，唔知的人掠做讲偌严重啊！你是要惊死人哦？你较差不多的好无？啊，是，夫人啦，以后我会较小心的，较细致的啦，吼。唉，夫人啊，完全嘛是为着吼，要去掠迄个死查某鬼仔来，互你做查某囡仔，唔再去受伤，啊，你无搁再安尼甲念啊。哦，我知啦。夫人啊，我即摆要出来去受助啊！这个死查某鬼仔吼，是要互你做查某囡仔，你着要好好甲教死咧。我知啦。嗯。来啊，你出门吼，要较小心的吼。好啦，我会啦。知吼，要小心哦。好。万全啦。啊？是毋是伊害你着伤啊？哈？对啦，就是要掠这个死查某鬼仔吼，唔则害我一个较转就叫要转去。你叫做外勤啊？哦，你唔插我？恁祖妈咧甲你讲话，啊你真大胆咧，伊弄面咧，你是咧土白甜？我来看你讲甲敢劲无哈？哈，你有够钱了哈？你给我听清楚哦，
以后吼，你就是阮家查某囡仔，我就是夫人。你若无乖乖听我的话，你就无好日子过，知影无？抱歉嘛，较紧的甲夫人讲知影，甲讲知，甲讲知。我都唔相信，讲无我就甲你压底。来，来，你给我听清楚啊！甲关喺茶房，今日不准你食饭，明仔透早起来做事，兄相水，互我洗面，知无？是。行。范总啊，啊，你即马安尼腿有够好无？有啦，有较开我。好，来快来，来洗下你啦。唉，伊忙哦，爱去收空房啊。什么啊？是我，你紧张。哎，啊，你这晚是来创啥？我一惊你无伴，听讲要陪你啊！你哦，我知影讲你男朋友也无伫咧，所以咧，咱两个唔只有法度通斗阵较久咧吼，规暗晡拢来陪你吼。你唔是你要哪转来？阿英啊，开门哦！哦，老杨。你唔是讲去收出去，那你即摆就转来啦？迄个王下带我去啉烧酒，啊啉一个烧久哦，即马若要出庄啊外去哦，伤暗啊啦，我唔知再转来，过去吼，明天啊早起才出哦。你嘛好啦，你先去洗浴，啊，较早休困的吼。好啦。赖总管，我确实是无钱啊。你看我这环境，你嘛知，我生活都有问题啦。安尼啦，你做一下好心，等我病好的时阵，我再拍拼趁钱，再慢慢来还您好无？啥？慢慢啊还。你欠阮老爷遐钱啊，还开世人的还会还，你知无？啊，袂用你啦。我们家是无钱啊。无钱啊，真简单，恁查某囝仔外翕啊，来去死甲做查某囝拄啥？妹妹，我骗总管你，我去吵吵，我袂答应。你唔答应嘛，咱答应啦。你就快去吵吵了。是。妹妹，我去了，我去了，我去了。我爸就唔听啦，伊手扛拐弯倒来厝顶啦。哎，人安怎无？我爸，伊即摆是安怎？我爸已经过身去了。后摆。安尼甲我逼，我是要安怎过落去？你等我，我等你等。
可能咧看，我去甲看卖。我说，我是造成的，你袂用要死，你家己想看卖。假使讲你若死放偌紧一个人，你家己是要安怎活落去？我爸说，你一定要勇敢活落去。赵鑫，赵鑫，赵鑫，你有法度救我面死？为什么？你歹救我的查某囝呢？赵鑫。后点进行，后点进行，你给我出来！赵鑫啊，你若叫紧就倒转来。紧，我即马转来代志都已经变到安尼啊！我若搁较慢转来，我今日阿娘就顶要无命，你知影无？我爸说来无命，但你即摆是咧讲啥？我听拢无半句。你莫搁伫遐置钱啊啦！我上天庭的时阵，我是安怎拜托你照顾我嘅母仔囝？你是安怎答应我？又我是安怎甲我保证的啊？我嘛真骨力照顾母仔囝啊！你有骨力？好，我问你，外省即帮人嘞，你是安怎无伫恁兜啊？哼！我囝啊，我囝，唔免惊啦，阿爸专工盘饭要留你食你。来，囝啊，来啦，你惊啥？紧，来饭紧食咧，紧食饭，咱饭就紧吃咧，快紧，饭食咧，啊，汤啊赶紧烧水兄兄咧。啊，准备哦，夫人洗面，无你就搁互拍了。知影，都是阿伯。他紧食，紧食。我得进行啊！你毋是讲外景叫人掠来遮做查某囝，啊，即摆人咧啦！哎呦，莫等遐紧张啦，啊，咱毋着四界先看卖啊咧。有人来，先闪一下。我囝啊，这间灶骹，啊，这个是咧起火火柴，来，啊，这个就是大灶，啊，水缸伫啊，吼，啊，起码你也要起火。啊，阿伯甲你加一排，你就会啊，安尼，吼。赵鑫，你有看？这段工我对岳琴嘛明白，可见岳琴若讲踮遮做查某干哦，应该是袂有人苦毒才对。你是袂去倒啦？走，行啦，我得进行啦！你甲拖出来到底是要创啥？我无甲你拖出来袂用紧啦，我惊等者哦，你若感情用事哦，佮献身帅干管另事哦，安尼哦，你是去犯着天条啦。袂啦，我看迄个老长工对遐尼好，我哪有可能买啥物闲仔事？这代志就真歹讲哦。来去啦，啊代志哦，就当作唔知好了啦，行啦。哎呀，我得进行，你到底是要去倒啦？我知影你唔是酒啦。哎呦，我无爱啦！你若要啉哦，你家己去啉啦，我要留踮遮，好好暗中保护岳琴啦。赵鑫啊！哎呦，你若安尼拢讲袂听啦，用啊事若要插伤济哦，你今晚哦会出代志啦。来，我囝啊，这间是夫人的房间，啊，这水互你赶紧放入，啊，因为着啊较小心的，唔通惹夫人生气了，知无？快去。阿伯，你教我预备好无？袂用哩啦，这是你家己的工课，
阿伯若甲你入去哦，夫人若无欢喜哦，你就搁互拍呢，紧去。嘿。啥？是我啦，小最好啊。啊，好，要捧入来啊。小最好啊。啊，煞袂晓放在遐，哈，啊，戆到死无人去。啊，你是徛遐怎？你帮换了一堆衫，啊，莫去洗洗。迄敢有哦？迄万总管啊，甲迄一个长工的衫吼，真正我洗啊清去清去，若无吼，你摕我边仔安尼，知嘛？啦，我是个天使。还搁踩咧遐，啊，紧去洗！啊，紧去洗！我是给你拍落哦。啊，你看你，啊，你笨骹笨手，啊，白甲死无人，啊，行落来跋跋倒，啊，紧摕去洗哦。阿金啊，有要紧无？看有要紧无？较紧，紧衫来甲洗洗，较紧。我金啊，来，啊你衫都爱共洗好清气了，啊？啊，嘿嘿，我金，我较大个，我金啊洗好清气咧。阿文啊，无啊，你是食饱无代志做，是安怎咧共人斗做？安怎？我甲你讲。老爷请你来是爱做你家己的工课，唔是叫你来甲别人斗做。你家己代志顾好就好啊。啊，是。哼。啊你这洗澡好贵啊！遐府内大细衫你拢摕来洗，啊，干那我的衫你都无要甲我洗。我嘛唔知你的衫爱洗。啊！你别来讲一句啊！你来甲咪应吹应止，你来遐尔咱要变改，你先。你今日我若无互你一顿啊粗暴，你唔知影我万总管是甚物款人物。起来，我等起先。来，起来，我起。我起。我见你袂来死，三不七八见鬼面，嘿！你要下凡间去报答原本的恩情，爱神有神的慈悲人格，人有人的因缘果报，你要遵守做神的分寸过。你别当安尼变心来叫我，这是咱主角。哦，啊那做喙重安尼。我干嘛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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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干嘛？起来坐药。来。阿伯，哎，你精神来哟！
恭喜哇！谢天谢地哦，这阿伯哦去山顶吼挽的了，这对食落甲就对你有好无歹。来，我啉一喙。多谢阿伯。我天啊，你有感觉较快活无？阿伯，你会晓唱啊？我规身躯拢袂痛。有影？哇，谢天谢地！阿姨，我天啊，你谁那混倒踮迄个井边？是满中棍给我跑。我天啊！啊好啊，你这死查某！阿文，你给我闪过来！你这死查某啊！叫你去洗几领衫，你衫叫你平头，我怎么来困啊？你拖皮条，你要我平头呢？有啥代志？你讲。夫人啊，伊毋是办单啦，伊就是叫万总管哦，放粪伫个井边，啊，我甲插转来才休困一下啦。啊，人讲风去，啊！啊，即摆我清洗，你即摆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哈！我都用药啊，我食伊，毋知即摆精神起来。啊，毋过你这药是仙丹的，啊，人讲风去啊，啊，就随清洗好个，哈！你是咧骗人啊？我知，以前你这死查某啊，他妈假死假活，你掠住我假婚就免做看货啊你，哈！哦，这种骗过来骗你做嘛？你无遐简单啊！夫人啊，啊，你嘛咧原谅伊一摆。无你的代志啦，你要怎啊边啊？我连你做伙拍，你有听到无？嗯。你还讲了？夫人，你是安怎？夫人啊！我腰去闪着啦，叫大夫啦！好，是。先把他干死，快后面，干到我。哦。我天啊！我本来想要替你出一口气啦，想袂到讲哦，电脑害你去互人罚跪啦。吼，这个口啊，真是无一个有良心的人。大夫啊，是要紧无啦？夫人啊，你这个镜头吼是去闪着尔，无啥物要紧啦。我煞唔知影闪着是闪着药，啊问题是我这只手袂顶袂动，啊酸啊就要断去安尼。为了生长，我就破解我的法术。啊，若我任何人嘛无材料将你迄支手绑。哼！你的手应该袂安尼接着啊。哎呦，大夫啊，你是会晓袂晓啊？阿文啊，你是倒遐请这两公师傅啊？你紧去请一个较好的啦，你去啦。好，好啦，夫人。老爷，夫人啊，你是安怎啦？啊，哪会安尼听到你咧哀白叫我啦？老爷，你无紧去请一个较好的医生来甲我看一支手，袂顶袂动，无艰苦的安尼。你这个手是安怎啦？咱嘛这死查某鬼啊，贫惰做代志，唔听话，我甲教死尔，还搁边仔来我的夫人这个手是安怎啦？我无法度医啊，你吃饭啊？这个啦，莫安尼啦。你最起码吼，到底阮夫人这个手是什么镜头？你嘛台我甲我讲一下吼。哦，是老爷，夫人呢吼，这种毋是病啦，有可能是去冲犯着，啊，拄去庙里拜者吼，无一定就好啊。啊？冲犯着？老爷，夫人既然若去冲犯着，要无咱来去庙里拜拜，求一下平安。我是去冲犯着啥？早晨啊！哇，你今日汉也罕行，来，进来饮一杯啊，哈，来啊！唉，我实在想拢无，这世间人是安怎遐尔残忍？这外景只不过是一个囡仔尔，囡仔会当遐尔忍心甲照顾？啊，你毋是拢对咧第一家保护，哪会甲保护我，还有人欺负去啊？欺负遐个人，我拢甲教死啊！要过伊去遐个人，毋知影悔改，电脑将伊受到的报应，所有气拢出在外景的身上。
你本来好意要替出气，想袂到讲害得月琴受到批肉通听着。也毋过我敢袂当目睭见你。我都甲你讲过啊啦，闲仔事唔好管伤济啦。闲仔事若管伤济哦，就哪人你咧讲啦，领了厝去补空，啊，愈补是愈大空啊。也毋过我总袂当目睭见面看到月琴叫人欺负我。哎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月琴本底会叫伊去万全拍死，我是做无敢那才将伊救活起来呢。你即摆讲啥？我讲我将伊7/3的归位啊，迄阿文摕互伊啉迄药汁，我嘛8做回云吞，才将伊救活的啊。哈？月琴是你甲救我？拜托，你莫阁讲啊啦！哎呦啊，到底是安怎啊？啊，你上面安尼侃侃的哈，这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这是三界规矩啦哈。你若叫玉帝知影哦，讲你将月琴哦起死回生哦，你十生都无够死啦！赵行，你给我出来！赵行，你给我出来！哇，当时我空起来要冲起来。你出来！那我跳掉你了！安尼我知影啦，啊惨啊啦！你哦，我会有你代志啦，代志大条啦，来要掠人啊啦！你哦，你张先台有你的份啊啦！你哦，空的啊！啊，你来遐尔啊喊叫啦！啊是讲来到底是有啥物代志？你来大声细声啦！是造成的找麻烦啦！乃安尼啦，哇，你这唔正搞，你拍我是啥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棍哦是教死你哦，莫插你个输啦！多谢，原来头拄迄拳是咧教死我。你敢出手拍我？我这拳嘛是咧教死啦，后边莫偷我闲仔事啊！好，今日无甲你教死哦，你唔知我厉害，来啊！好啊啦，哎呦，啊你是当咱伫咧拿猪猪死哦啦，啊两个当咱到袂是咧好心母塞杯咧，好打拍落呀，啊拉落呀，哎呦，我真拍你啊！好啦，我咧假讲，啊你真是咧拍哈，你嘛拜托，你是真明的哈，咱当咱咧起家动手，若用看你，敢唔敢用笑死哦啦？啊是医生动手的呢，我是好伊教死你呢，你唔当好歹哦！唔免麻烦啦。好，我今日无好好甲你修理哦，你唔知我厉害，来啊！唔好冤家。阿弥陀佛。参见观世音菩萨。悟空，你哪会伫遮？敢有冤家咧？大叔啊，是造成破坏我吼，赢者吼两路归于大叔，我真正咧生气啊！我这个代志甲刘有关。我明知，你两个哦，莫讲这么地气啊！悟空，不必争论了。凡世事，良女在劫未晚，才会发生如此的风波。大叔，造成犯天条，使人起死回生，罪在不下，应该吼将伊吼连斩先来斩杀啦！造成违反天条，也是出自一片的善心。此事尚未惊动三界，大事化小，就无需要再规矩。是，哼，生你好高明。你要当咱第一徛，赶紧甲观世音菩萨说多谢。多谢观世音菩萨。我伫正是小现在，早是成道无久，毋知天条的厉害，你也多加指点，袂用搁再惹出后端。是。现在随本座转来去。嘿，奇怪，啊，拄则迄只人只交讲良女归位的代志，我去甲耽误着。哎，这良女归位跟我有啥关系啊？你即摆讲的是，我用才去想着，拄则观世音菩萨来的时阵啊，我有看现在，乃有看良女啊。我有看现在，乃有看良女啊。啊，搁有啦，迄个孙悟空要来掠我，观世音菩萨敢若早就知影这件代志，也毋过伊毋是一直咧指定内底咧修行，伊哪突然间出现来插这件代志？
是啥物插这件代志哈？人是专工火来要救你的哈，关系唔大煞啦，早就知影讲你有定数，所以专工来才组织孙悟空来掠你。你真唔正狗，后面露头路尾莫叫我拄着，啊若无我要无是要安怎啦？哼，莫等遐伫咧吵大啦！我甲你讲啊，若是讲孙悟空哦，当天庭哦，是我正相拍鸡啊咧。伊啊，大闹天庭，闹到对地府去，闹到家欠不宁，连玉帝都让伊3分的，你哦，哼，这较莫掠伊。啊，惹伊是要安怎啦？啊，老小拍对当随便欺负人哦！哼，后面等我法顺来立不在的时阵哦，我绝对要甲伊拼一个啦！你若想要甲伊拼，你的皮哦，我来变较较圆的。是啥？哎呀，这间土地公庙啊，听我真有灵性，有求必应。咱若诚心来甲拜，一定会保庇夫人的怪病良早好。入来。老爷，这间土地公庙啊，听讲真有灵性，咱安尼诚心来甲拜啊，夫人的病啊，一定会真紧好。想袂到你阁这么信心哦。老爷，那就讲有烧香就保庇啊。心肝若善良哦，唔免求神明保庇，嘛是会当平安无事。这心肝若歹哦，香烧搁较济哦，嘛是无较准。你莫遐尔歹。伊好人歹人，拢过是人。只要那人伊就权利通好来拜拜啦。你哦，何必当咧甲伊气死老命？哎，好地真是，像你这种歹心的人，来这里甲你拜拜，你赶快保庇我保庇。边看伊甲我求什么啊？只要若合情、合理、合法，只要讲我来做你教的朋友，我就甲伊斗头笑。土地公伯，我的牵手得到一种怪病，请你保庇赶紧好起来。伊若是好起来了，我一定抬地倒洋，感谢神恩。像你这种歹心的人，倒一个神明会甲你保庇？土地公伯，我的牵手阿英啊，得到一种怪病，一只手放袂落。你土地公若有灵有圣，就保庇阿英啊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事。我一定会叫伊准备3升5礼，亲身来甲你答谢。哎，我对这是，那安尼啊？伊两个人拢讲迄个师傅人是因某。对啦，这就人来讲哦，世间人恩怨情仇，因缘果报，囡仔人有希无罪，莫管遐尔多。老爷，咱现在叫一个罗丹，等来互夫人食，吼，然后保夫人平安。好。哎，我对这是人，罗丹千万莫互伊哦，按我的法术，就叫因破解。但你是咧讲啥？人伊要救人，咱敢免共动心，尤其是你啦，唔好用个法术啦，甲迄夫人变迄支手担啊，你是要叫伊也死人去？嗨，好地正是啦，你是安怎黑白不分啊？啊，你是甲人做啥物神明？哼，做神明的人火气啊遐尔无风度，哼。我今啊，拢无人小休困一下，小休者，小休。我今啊，紧嘞，不要，头起转来，头起转来。老爷，这罗丹我摕了夫人食。起来，这罗丹摕给夫人食。哎，给你做一个，但是要咱加薪了，起，我今啊，起，紧起，总管叫你做代志，你唔着赶紧的，你做点拖皮行，紧来。
紧行，来，哼，行好行好。阿琴啊，来，阿伯吼，你来往推卡。阿伯，唔免啦，我算老家跳舞哩。无要紧，窗老咧问哦，你讲咱兄滚水跳夫人配罗丹，没有太事啦。来，阿伯，你来，哎。阿琴哦，来，你请坐一下吼，坐一下，阿伯吼，等一下一个水吼。阿琴啊，你哪会坐落来啊？紧转来去啊！恁阿娘咧等咱来番薯，要煮饭呢。人看出生的，行袂叮当啊！行袂叮当哦。好啦，阿爹做伙互你徛啦吼。来，坐好，做饭咯。坐好哦。阿琴哦，来，阿伯甲你暖的吼。安怎？阿琴哦，真疼哦。有啦，无是疼的。我知影讲跋倒足疼，哦，较忍耐者。阿琴啊，你来咧哭，阿伯讲。我想阿爹跟我阿娘。乖，阿琴哦，唔通哭。唔能够哭。万全啊，物件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哟，夫人啊，你今日哪装甲遮水？我是倒一工无水，啊？哦，水，逐工都真水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安尼讲嘛较差不多。笑啥？夫人啊，呀，县员的物件拢传好啊，咱好来去。哦，阿母，富贵也我照顾好，我要做一公庙啊，庭院。好了，呀，对，少爷，我带你来佚佗好无？哦，我今仔，我今仔，阿伯带你转来看恁阿娘好无？无要紧，头家今仔去外庄收销，啊头家娘甲万总管哦，我要去庙林拜神，要去行愿，咱赶紧的啊！我带你转来看恁阿娘。好，阿伯，你带我去看我阿娘。阿金无，有要紧无？无要紧啊！唉，头家娘都无遐尼紧转来，你都唔免惊遐紧，唔免惊。我知影，我只是想要较紧看到阮阿娘。哦，好啦，行啦，来去。阿爹，你倒来啊！欧巴，啊你行李借有无？你摆造型的行李，家户拢嘛准备一副尔，免有假的行李通好借咱。哎呦，啊借无行李，明仔载是要哪摆造型啦？我看明仔载规矩用这番薯肉摆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摆造型免这样啰嗦着。若无吼，造型来去天庭，伊是要替咱讲好话，咱以后日子都歹过啊。摆搁较澎湃，
伊嘛是共款袂替咱讲好话啦。你想看卖，倒一年咱毋是真诚意咧甲拜，结果咧，咱每一年的日子拢过到遮尔艰苦。呸！你哪样学袂讲话啦？造成啊，阮后摆吼有嘴无心啦，你大心大量吼，你都莫甲计较吼。好啊啦，免拜啊啦。明仔载透早，我想办法用一副成礼来互你拜啦吼。阿爹，你要去找我不跟你去。阿琪，乖吼，你甲阿娘住厝里煮番薯糜，煮好阿爹就转来吼。阿婷哦，阿琴，这是你，阿我你做面貌吼。我等来看伊啊。阿爹。加油的。好，多谢。阿琴啊，你这世界过得安怎？因对你好无？世界人对我真好啊，阿娘，你免烦恼啦。你免骗人尔，若无阿娘去找你，因哪拢无法跟你见面。阿娘，你有去世界找我？阿娘去过3摆，因拢无法你去找你。阿琴啊，世界人是毋是对你无好？有拍你，有骂你无？无啦，世界人对我真好，因无骂我，也无拍我。阿公伯啊，我真疼我。阿公伯啊，你甲阮阿娘讲，世界人是毋是对我真好？是啦，阮大家吼拢足照顾我去嘛了。请问你是？哦，我号做阿文啦，我是世界的长工啦。阿文兄，阮阿琴啊，这世界，互你真照顾，真多谢你。乌巴嫂啊，你放心啦，我当做月琴啊是我家己的查某囝，我会好好甲照顾。是讲吼，讲吼，做人的查某囡仔是无了事啦。你赶紧吼去筹备一寡钱，借物甲还互清，互月琴啊转来你的身边。我嘛是安尼想，我袂过生日一天，伊去甲死啊社借的钱，我讲不得出。我嘛有罕尼侪钱，通好甲月琴啊相伴。月琴啊，阿娘对不住你。旧年送灶神的时阵，我若听你大家的话，用汉钱拜就好。你那点嘛袂去甲死啊社借3000钱？乌巴嫂啊，旧年乌爸敢是甲阮头家借30钱尔？你会知影？我知咯，啊了后我就听万总管哦，也甲阮头家伫咧参详伫咧讲，乌爸死啊，啊借迄30钱是要去找啥物人讨？安尼万总管哪安尼讲？你讲阮乌爸是去来借3000钱？安尼你去阮头家骗你啊？乌爸甲阮头家借30钱，阮头家骗你讲借3000钱。英哎，英哎，遐吼不只清静，也无人会惊卡到。咱来遐小开讲一下吼。好啦，行啦，行啦。哎，好地之前啦，好地之前。走去啦，啊，找我是有啥物代志啊？好地之前我甲你讲啊，这乌爸要死进前吼，碰见迄3000钱哦，已经有下落啊。有下落啊？啊是谁人捡去啦？啊无我安尼千算万算，咱拢算袂出来啊！哪有啥人捡去啦？这乌爸根本都无开死啊少借遐尼侪钱，所以当然嘛找无迄3000钱啊。你哪知影？我是听世界迄个长工阿文伊讲的啦。伊讲哦，伊有听到这万全甲死啊社讲哦，迄乌爸根本伊欠伊的是30钱啦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这个死啊社，毋着利用迄个死人无法度通好甲伊烧钱，啊，照人骗这个月金紧兜，做免工钱的奴才啊！真有可能，这个死啊社，一向是干巧，啊，这个万全嘛是鬼头鬼脑啊！我咧想哦，一定是两个人咧龙袂为奸，想要害我。靠！哼！那
安尼哦，就实在有够恶质啦！我甲你讲哦，这个代志哦，你若去殡灶局地知影，上少哦，该两人哦，折失30个血数。也毋过真可惜，啊，因咧借钱的时阵我无在场，嘛无人会当证明讲乌爸确实是借30钱。这啊，有啊，有2个人会当证明。啊是啥物啊？你免问，你跟我来去思考，你就知。行。我出来啊！真巧呀！出来啦，出来啦！我来进行啦，你哪会甲人叫安尼啦？我弟讲就是我出来啊！真相报就真相的，我今哪有倒位唔对？真相的啊！我出来，出来啦！好地正是啦。你七早八早叫我出门，你是要请我呀？请你，哼！昨你要好过啦！我出来，我问你咧，伫个12月23暗嘛，吼，迄个乌妈呀来甲施阿社借钱，到底是借偌济啊？你问这是要创啊？阮来伫咧调查啊，看这万全甲阿社，因是有做啥物歹代志哦，来要拆散人母仔囝的感情啊！对，你若肯作证，我就会当起诉玉帝，叫玉帝吼处罚因这个阳寿，安尼玉卿就会当用早出头天啊！我唔知。你哪迄个唔知啦？你是门神呢？一天到毋伫遮伫咧顾，人来借钱借偌济，你哪有可能阁唔知影？我就袂用咧讲的呢。喂，你啥人袂用咧讲啊？哈，你唔着爱讲出来，安尼才有法度叫外卿脱离苦海啊！你当作叫外卿脱离苦海是遐尔简单哦？这命中注定的代志哦，迄袂使黑白随便改的你。拜，这事在人为啦，你无试看卖，你哪会使讲有法度改变啊？只要你若肯作证，我就会当去到玉帝面头前来起诉玉帝，请玉帝下令来处置这个死角。死角若走到天克咯，伊自然都会破败啊！嘿，到时这外卿到时伊就会当恢复自由啊！迄都毋是我职务所管，我才无要插你。安尼我知，免想讲啊！伊这款神哦，也无路用的神啦。算咱一天到会替死角咧顾，一个香火较济人甲乌写一个哦，就煞伫咧暗晡伊，这款也袂够你讲。哦，你是咧黑白讲啥？伊这个为非三者的人，我伫因兜门口过门，我就已经足数尾啊！我甲你暗号伊。你若敢安尼讲哦，伊来借偌济钱哦，你唔着讲出来，对吧？我是门神，这都毋是我管的代志，我哪有法度管啊？好，你甲看，这是做啥物神明啦？嘿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件代志是关系到因两个母仔囝一世人的幸福咧，这是一件大代志呢，你哪会无管啊？对，我安怎做是阮家的代志啊，唔免你管啊！我出来，够有意思。我毋是讲过，咱已经田无够水无流啊！你要来阮兜要创啥？阿妹啊，我知我不应该怀疑你，但过我实在是有死角比较糟蹋无。我唔再怀疑讲你是摕遐钱。阿花姐，我娘想着我。再世界去找遐个钱，你若要怪，我就好了。你原谅我安尼，好无？紧起来！过去的代志吼，就甲恁拄煞啦。只要恁来相信讲，我确实要捡遐钱，安尼就好啊啦。相信，我当然嘛相信。所以讲。阮今日毋知来遮，拜托你替阮做主。做主？这是安怎讲的？我甲你介绍，这是阿文兄，爱是施阿社，因的长工，爱亲耳听的万总管你讲，阮乌爸去甲因借30钱，毋是3000钱。诚实的？诚实的啦，乌爸会甲阮头家借30钱，即马煞变3000钱，这什么道理都我嘛唔知影咧。若照你来讲。问题就出伫施阿社。阿文兄，我是一个好人，我也无这能力去甲死角计较。为了我今嘛，是世人幸福，你阁是乌爸在世时阵上好的朋友，我
后世人做有做尾，嘛会来报答你这温情。紧起来，紧起来！我说，你莫安尼讲啦，咱大家是好厝边，既然能发生这种代志，我当然来甲伊斗相共啊。